来继续来看台北市的内湖有一个骑士，甲二狗起卡动手，骑士阁替交通队甲二狗结。原来当时是禁止通行的时间，骑士互二狗甲抓落来食不满，竟然动手，甲将近70岁二狗拍倒在地。讲这位二狗真热心哦，伊的后生因为车祸来过身，所以伊出来为社会来服务做二狗。啊，这位二狗讲，伊已经服务18年了，拢要退休了，想袂到会拄到这种坏爸爸的人。这个桥头别人步步逼近，先出手共杀红喊苦了后，见效转上去，直接就共无，三角水摕起来就卡这个二狗。挡袂掉连续攻势，这个二狗现倒在地，加在有清洁队经过，赶紧来斗相共。据讲，阮兜住遮啦，啊呀已经管制5、6年啊，因兜住遮应该知啊。叫停止又唔停止啊，想要嫁啊，啊因兜住遐附近啊。啊，来就甲我吵啊，伊就摕烟嘴就甲我讲到非罪10字啊。代志发生伫车厂暗时6点半，台北市水湖街甲民权东路6段的路口，下晡5点到暗时7点半是禁止进入。这个桥倒别人被二狗抓来了后，正不满就发生冲突。除了互相告伤害以外，这个桥倒别人涉嫌妨害公务嘛，做伙上班。我做二狗用我的囡仔过生意，我啊这愿意来这内湖，就为内湖服务。服务18年啊，明年要退休，我才动了这款。这段往事，互伊决定做二狗，想要到会防拍假送去病院。二狗干部表示讲，会伫法律甲医疗方面提供协助。警方嘛依照车牌号码去找到这个骑乌托邦的人，伊指控这个二狗冒出手，什人对，什人唔对，就等法官来裁定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